车行，昨早起无张持来10外个人野球棍甲门口的机车讲害。 有一台轿车用倒退路的方式弄破铁门，这个现场是互舞甲如苍苍。警察赶到位的时阵，这阵闹事的人已经走到无看影。机车行的头家讲，并无甲人结冤仇，唔知是安怎会发生这款的代志。目前警方等深入的追查。 几啊十位穿黑衫的查甫人提麦打黑白讲，停伫门口的几摆机车拢总互讲着伤，而且伊伫破卖机车行的人出来面对，白色轿车搁一直弄对内底。白色轿车甲速马库车尾直接弄对内底，机车行的铁门全瞬间变形，行为真嚣摆。代志就发生伫昨透早7点，桃园旧山区的一间机车行，有不明的人士大家小招来到这供店，供到现场的时阵，人已经拢离开啊。调阅周边监视录影系统，以掌握涉案自小客车及犯嫌。 车行的业者讲，家己平常时无甲人结冤仇，嘛无金钱的纠纷，到底是安怎会互供店迫害？搁要调查清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